全福亨王今次又有全新嘅單位啦，介紹個門面先啦，民生齊全，仲有無障礙通道。呢間一手單位正喺度推出緊嘅全新 C 平台單位，846尺，附加73尺平台。隔離嗰個單排式廚房呢，乾淨利落，有設備齊全喎。出面露台仔仲配備埋熱水爐同埋洗衣機添。而家就睇下客房啦，現時係大一房嘅狀態嘅，嗰個客房位置都可以做2房，但係嗰個單位最大賣點呢，就係客房之外嘅大平台啦，非常之開揚，成個市區盡收眼底，最遠仲可以望到高士德。睇埋個會所先啦，會所位置除咗花園，仲有大型嘅動感健身室，各種器材任你選擇，適用於強身健體專業戶。會所唔單止有健身房喎，仲有拳擊及肌肉訓練室，同埋童夢空間。嗰間兒童樂園係分室內同埋室外嘅，大小啱啱好，適合寶寶體質。想揾一手，歡迎留言 PM。